伫咱台湾的菜色当中，有真侪亲像是咸菜脯啦、酱咸肉啦、豆胤仔这些物件，不过因伤过咸，食伤过济，对身体无好。中华关卫生局今年执行抽检，发现讲这个咸菜、泡菜、笋丝等食品呢，计共抽检91摆，其中有6项产品无合格，会依照食安法罚3万块以上300万以下。笋干会当控肉，酸白菜通好煮汤，袂少人介意用酱菜来料理。中华关卫生局就来公布今年酱菜抽验的结果，抽验酸菜、竹笋、酸白菜等等，总共91届，其中有6项产品违规，依照食安法会当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的罚金。这6件包括这笋干、咸菜。加这酸白菜吼，那检验结果是有这防腐剂、防腐剂、加漂白剂、二氧化硫、桥硫吼。那在违规的产品吼，第一时间都已经令这个厂商爱下架，袂使去贩卖。这6项无合格酱菜有来自婚林东明食品的竹笋、婚林带有果菜行的酸菜、嘉义美源物产的笋干、台中达兴公司的酸白菜，以及中华文种实业的生豆仔加酸白菜，有验到漂白剂加防腐剂，大约超量2-3倍。漂白剂这种物件吼，嘛是算咱的食品添加剂的一种。这种物件你使用的量时阵拢爱真细致，啊无这种漂白剂啊吼，譬如讲像亚硫酸盐这些物件哦，这使用量过济的时阵，这嘛有可能会造成一寡气管系统的方面的问题吼，引起到一寡气喘啊吼这些问题哦。营养师表示，酱菜伫生的时阵会掺盐甲糖，若是高血压、腰子病、心脏病患者，盐分的质量就要真注意。买酱菜就要选包装标示完整的产品，若是色水无自然，片起来插片，千万唔通买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